江湖夜雨10年燈數拍子，你好嚇。重心右腳準備點左腳嚇，準備個左腳。推手，右手手板直上天花板，左手去你嘅9點鐘方向。我哋一開腳嗰陣時，同手同腳啊，上去啲位上埋高嘅，彈指坐，然之後左手唔好喐。右手上嚟啲位喺前面，淨係右手前面再彈指坐，搖擺入左腳翻嚟，左右左右，跟住退左腳上右腳啊，2 and 2，退左腳開花上右腳，拳頭揼喺你嘅啲位盤骨度，開左腳。左右左右，右手右腳向你3點鐘方向，大風車喺心口拳頭心口拉，然之後開合開。呢個時候咧，你鬆腳㗎嚇，唔好直不甩，係鬆腳嘅。開合開，你個心口咧，你個胸肌啊，開合開有動作嘅，唔好淨係做手啊，除非你真係冇辦法做到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要跟隨住你個拍子開合開。合咧係合埋拳頭喎，唔係合手指喎啊！唔好整隻眼仔出嚟喎，合晒拳頭。開合開，開合開。左踏點右踏點，左踏點拋手出去。你想象你有一個長嘅袖喺度拋，好，右踏點拋手出去，跟住又係大風車，右手右腳手板落，跟住左手拳頭揼落嚟，左腳點喺側邊，左邊手板落，拳頭揼落嚟，右腳擺側邊，然之後將你個重心退翻右腳，俾你嘅左腳可以有位，點一點踩一踩後面，右踏點出去伸出去，右手喺前面捲一捲，慢收翻嚟。呢個係第一個小段嚇，重新再數一次拍子。準備，呢個係5、6、7、8， 2 and 2， 3 and 4， 5、6、7 and 8， 3，呢個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加1。2、3、4，第一個小段完咗，得3個8拍加4拍嘅啫。第二個小段，將你嘅右腳踩落去做重心，要開左腳。1 and 2，坐嘅時候，將你個右手托，呢個叫咩？推一推，撳一撳，撳一撳，然之後上落上，第一次嚇。開左腳，雙ฝั่手喺前面，你個角高度咧，個手嘅高度咧喺你嘅下巴以下，盡量唔好過你嘅面下，唔好咁樣兜，喺你嘅下巴以下就好啦嚇。好，2、而家坐咗落去，呢位高低高，第一次嚇。2、3 and 4，好，又係右手右腳，手板上5。落去啊！大風車係6，而家你嘅左手係托掌嘅，扭一扭佢，將你個頭都扭向12點鐘7、8，好，跟住向翻12點鐘，將你個手擺喺前面心口。如果你要喐嘅，最好貼住佢，將你個手橫嘅橫開下，我推左腳踢一踢輕輕擺喺後面，右腳踢一踢輕輕擺喺後面，左腳踢一踢。右腳踢一踢，跟住我哋上個左十字步，左腳右腳退左腳嘅時候配翻音樂啊，隻手喐一喐，右腳，然之後3、2、3、4，左邊大風唔收腳，右邊大風擺心口嘅同時，擺你嘅左腳喺中間，將你嘅右腳轉去後面，一個360度轉身。得唔得呢度？你學，但盡量拍翻埋，拍唔到都唔緊要嚇，你就偷一偷翻嚟就得啦。然之後前面左腳點一點，手橫挺胸收腹，
落嚟，左邊片胸收腹咁點？左腳將你兩個手喺上面推一推，翻嚟，右腳喺右邊推一推，翻嚟，跟住將你個手兩個手撳住或者揸住，嚟聽我哋西講下，將你嗰個有個頭攞高，呢個攞底先，我哋撞出去啊！呢個係左右左右左右，呢個時候咧，你會係向咗1點鐘下，左右左向11點，右左右，然之後我哋飄手推腳踢一踢落嚟，踢一踢落嚟，係咪上去啊？上面踢一踢落嚟，上面踢一踢落嚟，跟住呢個完咗下，我哋做一個接位四拍嘅接位。將第二段從頭數一次先下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 and 4、5、6轉7、8、2、3、4，呢個時候你仲有個面冇喐太多下，5重啲嘅，5、6、7、8，7、8呢個動作淨係做一次，之後重複唔做。3、2 and 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，呢度5、6上面7、8，呢條完咗下，跟住加4拍接位，左後右腳原地踩，推踩，1 and 2。呢個手，雙手好似想合埋，但係因為左右嘅問題有長短啦，所以拉埋嚟。呢個係 N， 觀眾幾多次啊？1 N 2 N 3 N， 開咗腳，4雙拳頭喺前面，講一次下，推手。左腳向後，右腳原地，雙手喺拳頭心口中間下，上左腳一步，兩隻手合埋，拉去左邊長短手啦。然之後開右腳喺橫開右腳，打一下，手板上，跟住另一個手跟住落嚟，拍埋佢，跟住唔係呢個唔係拳頭啊，係拍佢，開左腳雙拳，弓步打。一路開都係拳頭，我數多次下。呢個5、6、7、8，1 and 2 and 3 and 4，弓步，第一次。1 and 2 and 3 and 4，好，跟住加埋落去下，我哋第3個小段啊。我哋弓步踩翻落去，開左腳嘅左邊位，1雙槍，左邊我哋打中間，但係個邊位係左邊下，左腳右腳，小碗花落去左邊你個邊位，手指指去你嘅右上角45度，睇一次下。呢度有3個做法，你哋可以1 and 2，一路小碗花落2 and， 第二個1 and 2 and 冇小碗花，第三個1 and 2唔落去 and， 嗰次啊，1 and 2 and 喺心口冇落去，你哋自己睇你嘅情況，自己揀一個，你哋覺得邊個你哋做到就做啊，最難做就係要落去嗰個。咁如果你個速度唔夠快咧，你就唔好落，或者唔好做小碗花，你求其揀一個，你哋揀一個你做到㗎嚇。你到時臨場你究竟邊個發揮到，你就做邊一個嚇。我而家做翻正常嗰個嚇，1 and 2 and， 跟住我哋係右手上去，我哋就右腳拉埋嚟左腳，左腳開拉埋嚟右腳。個拳頭上，
好啦，喺下面分嘅時，我哋呢個動作咧向後少少退一步，向後嘅，所以你呢個身咧，你會去咗1點鐘方向，向後退一步拉埋嚟，橫開左邊，上雙手，喺翻中間，拳頭攞落開拳頭，呢度數一數下，完咗未啊？計完數一數，1 2 3 4 5 6 7 8，呢個第一個8拍。好，2呢個手大隻佬喺前面，跨去你嘅右邊，你唔好咬到自己啦，你自己知自己試下，唔好咬到自己啦。踩右腳爭左腳，踩左腳爭右腳，呢個係2 左邊左腳，右邊右腳，即係右左手左腳，右手右腳，跟住雙腳一齊跳上去。今次我哋用拳頭啊，因為我用呢個時遮面啊，所以上拳頭，係啦。跟住開左腳揼左邊，開右腳揼右邊，又係雙腳拍埋下小碗花，然之後最後下去左腳，去右腳。去左右腳攞起嚟，點拍翻埋，跟住再做多一次啊！左右小碗花指，右邊拳頭，左邊拳頭向後少少開，橫開，中間雙拳開。呢個係左腳爭，右腳爭，左手左腳。右手右腳上伸拳頭，跟住嘅，開左腳，右腳小碗花，中間去左腳，去右腳，去左，勾完之後喺上面攞翻個腳踭踩，好，蘇拍子呢個，開始啊！1 2公步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，重複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1 2，重複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。呢個時候唔繼續左踏點右踏點啦，我哋去第二個小段下，落第二個小段。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，正常，唔好喐隻手啊。7 8大風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，好啦，呢度係兩拍嘅啫，跟住係兩拍，下個節位兩拍。1 2，嗱呢個節位完咗啦，就唔好正話嗰個只做一次啊，而家落去最尾嗰段第三段。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1 2，全部完畢，有冇問題？我哋跳一次啊！